自己，连续干部带自己，带老师了不啦哈？哪个啦？带老师做了拉面的。哦，他大概能不来到我里向？哦，你是哪个啦？我啊。哎。哦，我是婚姻介绍所的啦，有眼事体。哦，你等些，我来了啊。哦。哎，他人大概都不来到我里向了。啊，你有这个事体你告诉我好的嘞。你是不是来把他介绍对象的啦？哦，你晓得的呀？我不晓得，哪个晓得啦？哦，阿娟。哎，阿娟。啥，奶奶？哎呀，别来人啊，不得了的嘞，吵的嘞。奶奶，我来的啊。哎呦！哎，大妈，你见他，快搞了！来，我起来。哦，佳佳，哎呦！大妈。哎呦！佳，好啊。哦哟，挖好了，灌了个水碗当。哦哟，我经过挖好了。哎呦，这条烂欧阳啦，真当少气少语了。哎呀，这条命都差个怪了个的了。我个眼睛儿呢？好，眼睛儿没了。来，我帮你进去看，你不要去哦。进去看啊。喏，大妈，都给你了，来。佳，哦。哎，这个。来，大妈，我帮你打的，来。好。真当好了哦。哎呀，扶我起来，哎呀，帮我进眼睛。哎呀，大大个雨。哎呦，佳。那不要紧的，大妈得了。哎呦，这个小青年。哦哟，佳。好，不要紧的。哦，佳。大妈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大妈，最好不容易。最好。佳你啊。这位啊。走，快点，我吃不消的，来。哎呦，上去掉衣裳去感冒啊！小鬼的，弟弟，你真乖啊！妈，我的这么玻璃粉水加我2根。啊，菠萝。你看，带你不辛苦。哎呦，你个小西施啊！哎，我BB不是得胃的嘛，啊！哎呀，洗出来，我说快点，多把雨伞来，快点洗出来，我说。哎，盖好。不气。哎呀，真的少年啦，个房子都开。晓得的嘞，哎呀。阿娟啊，这个房子随便这个套登不落去的嘞啦。哎呀，我又不是不播的嘞，只不过价钱没我好嘛。哎呀，吵的嘞。哎呀，奶奶，快来人哎！二毛。啊？这啥？二毛，你要上来帮忙。我来到。啊，奶奶，我来到，上去了啊！哎呀，我个老舅！我真的想把你尿箱里都拐出去了。哎，你个丫儿啊，弄得来我疯。这好的啊，不要在外头去疯的，有没有听到？你吃苦的老笨的了。笨哪里去啊？笨你们自己想得去啊？哎，想呀，哪个不比你好？我们娘舅自家就造了一栋3人的洋房，哎，你造得起啊？跟你为啥不去呢？
阿秀啊，我看啊，我们还是带个队奔不了说的。你看了这个房子啦，一落雨了就。不笨，爹爹，你不要走了走的啦，这辈子你了走走哪不给啊？大雨长进嘛，啊。你呀，一天到晚杂文化、珠宝折子啦、金鱼儿啦。给你问问看，我啦教了一辈子职物业的啦。杭州又是出龙井这个地方，我必须的不来各方面做点一文，还会弄啥些呢啊？你要不咋进日节啊？你连屋子都没滚嘛？哎呦，该死该死！哦，这天刚刚刮鼓。哎呀，不要弄，不要弄的嘛！哎呀，哦，好的好的，我又不是小伙子。哎，爹爹，带棒鱼啊，就是带棒鱼，千万不好动伤口啊、开胃啊这副香道，晓不晓得？晓得的，晓得的。哎。还有，千万不好背日。啊，晓得的。你晓得啥事啦？缺了几十年的愿望，一照落实政策。啥个条件都不提，你说你背日不背日啦？当时要是窑里分到房子，还用不着这些毛拆迁的嘞。杰老师无房无屋，张老师老老小小7个人啦。好的好的，这次我军一定要呀！不见中套不本家。哎，对对高点儿。400年参加革命，哪个还等了小套啦？哎，中东我出去了，有中东的规定。你们阿爸妈啦来阿基地没回来。你个小宝贝，你一准备出国的？哎，留了我一个人啦，住了嘎多个房子是啥呢？做不了中套，再调人家个小套，少说还要补我们100块钞票，补到我的出国担保费里去。这个好做这种事体啊！哎，你看看，我个光领带个颜色是不太显的啊？有没有叫你参加追悼会？是个话语呢，真当没分寸。哎。我那是真当不想去了，你硬是该要儿让家啦，哎。好爹爹，不是我给你上家的，是不是啦？是爸爸妈妈一封信来叫我给你上家的，对不对？好的啦，钱，钱。哟，你了。这位。当心点，当心点，来，慢点，慢点，来，当心点，当心啊！来，你们到那边去，来，都到那边去。那我们盲人啊，真的就靠人民政府了哦，要不然的话，国家真的毛讨。9月啊，啥事体？是的，我这里要去耳朵了。啊。那，我来先要找那个什么表干。搿几个可以。哦哟，搿么我有这个事体不可以呢，兄弟啊。就是我第一次见你哦，就而且会关系到我人家个大事体哦，真的啊。9月，公是私，总要分分清的。哦耶，就是多发一张表格个事体嘛，而不是你师娘一句话语嘛，是吧？嘿，哎，师娘，这儿啦，我别人忘记你的啦，哦。9月，9月，9月，哎，你下午得到粉丝会部来趟。哦，有事的嘞。测空了，我真当来动测空，这啥呢？哎呦，这不是戴老同志吗？哦哟，哦，同照片高头一式一样啦。啊呀，来，啊，你不认识我的？
哦，我是喏，到你屋里通知你的红娘哎。对，老同志啊，你是连续干部、共产党员，喏，还是副教材。哦不，哎，思想品质好，有房子，子女了大西北，身边呢这一个孙女儿，为你贴心啦，我冇私心嘞。我不过是个教书先生啦，而且被打成预判的，住房条件也冇太白嘞。哎，不要说，我晓得的。哎，你们老同志啦，都是冇谦虚嘞。哎呀，我来，你要是追过头的，就要坐在那里。哎，去。我懂你话了，我想去多张照片看看。哎呀，人家啦都等了1个多钟头的嘞，还要看啥个照片呢？以前啦，他是唱女高音的，文化水平呢还是有一点的。哎，你们谈看嘛啊！哎呀，我看看呢，你们肯定是好的，一谈呢就谈得拢的。哎，13哦，廖女士。对老同志，不要紧，哎呀，哎呀，搿真当是啦，搿文化越高呢，搿越古怪啦。哎，来，去，哎。现在我们开个办公会啊，主要是讨论动迁问题。我们请了部分群众参加，下面请防护指挥先谈谈。搿次动迁就是包括3个区，关系到7300多户人家。光是我们这个区就有近3000户人家要搬进新房子。老百姓倒是光叫我们吴母哥，这个称呼本来来同人民党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不应该再出现的。它无非就是说，我们的手中掌握着人民大众交拨我们的权力，盼望我们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瞒大家说，来动新房子的分配问题上，我的思想对症了很长段时光。光是这个月，我就收到了18张就近的调儿，其中有7张是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写的。现在，我准备这个来处理这件事体，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求人心了，说来唱。老赵，你没呀？哦，没。好像有个电话记录，我进去看啊。好，来打给你。人民政府，我不听的。哎，九玉，你等一下。你把这个投回去，把你个新娘子用好的。我嘛，要等改建工程结束以后才用得上。到那个时光啊，我可能要靠花点淡妆才可以上节气的嘞。哼。哎，防护指挥，梅老来电话的嘞。啊。喂。是小芳。是我哎，你有啥个指示？哈哈，不是啥个指示啊，是我的小儿子结婚登记已经年多的嘞。你搿搭有没房子啦？帮我解决个中套就可以了啊。梅老，
有件事体我刚要向你汇报嘞。我们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把要新房子的全景信件跟报告都放了屋里向扫描的嘞。你看，这个处理好不好？啊？喂？方副指挥，我就要叫你升吴木哥。与你们这些吴木哥，我老弟儿就是跑道退了，也心甘情愿了。人家老早还是个演员嘞，把你喊得来临阵头到的。爹爹，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啦？实际上我是没老认真的。爹爹来你谁搞的啦？就同这糯米糖多一样，把你捏过来又捏过去。跟你说几个办？阿爸妈那栋大西北，过道的，过微信，又过不了你。我嘛，爹爹晓得。曾经啦，不是这样打闹的。我也在，你连生气对嘴的人都没得嘞。我有杂文化课的，还有这些树洞金鱼儿，我就咋给的。他们都是哑巴子。爹爹，实际上你一点儿不显老。再说，忘婚恋是正常的。哎。你没听过这句话语？50年纪小，60刚刚好，70不说了，80水平高。爹爹，你属于年富力强哎。鱼枪挖掉了，你妈得报道的。我来治疗，我来治疗。咦，阿霞，来，走了来。吕兰文英啊，有个月结果，你晓不晓得？我晓得，你专门去唱的。哎，有个人啦。哪个？哎呀，已经啥个婚姻介绍所呢？有个人啦。我介绍给你们爹爹，没老好了耶。他啦，年纪啦已经54岁的嘞。老公啊，死了有10年了，一直没有家人哎。他们，我是听越剧讲林说，是家为唱两句的。喏，家里嘛。大嫂啊，样样都会做。哎，我们奶奶个眼光绝对背得错的。哎，是呀，我个眼睛没老好嘞，一点也没有白内障的。阿雪，你帮爹爹找对家，这部机子啊，再接的嘞。这个机子啦，你要摸我？哼，你马上找个奶奶来，屋里想多添个人，再讲分房小子要个中套，不是越分越绿的了呀？这个我倒没想过，我主要想还只求稳当，心里想一时。哎，支持你，李旭干部啊带队的嘞，跟我们小老百姓就跟上的嘞，是不是奶奶？不要搞清你才搞不灵清，我不是这个意思哎。那这个人啦，主角还是人约人。这倒蛮好的，我爹爹他蛮重相亲的。哦。再说与你好奶奶牵红线儿。阿秋，让阿秋。哎，啊，哎。
哦，小宝乖哦，小宝乖，小宝听话。哦，妈，帮帮忙嘛，大大好了你再去夜场洗问嘛。小宝啦已经没衣裳活的嘞。哦，妈，我好像同你已经说过1000遍10000遍的了。衣裳的领儿要用皮草多看看，你晓不晓得？你看看，你看看看，黑漆漆的，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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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大妈。我来治了，我来治了。哦，哈奶奶。阿巧啊，戏文里向有的事体啦，生活里向同样有的啦。喂，哈奶奶，你是不是要请我们妈去唱戏文的，是不的？哼，我看啊，你们真的是老不戏了。衣裳大大好了。哟，哦，搿说啥话语啊？哎，现在啥个辰光啊？我们老年人活动要你来过啊！哈奶奶，哎，来来来来来，这啥喏，有个连续干部啦，哎介绍给你们妈，这个套好不好啊？哎，我同你说喏，这个，哎，你看这个套了啊？哎呀，你去看了我这个老面孔喂嘞。啥事体啦？弄得来神经兮兮。有个人啦，要请妈啦，介好个事体，要看着你妈，一个连续干部。你别吓我好不好？哎神经病！哈奶奶别的骗人的。郑大娘，哎，假天假地，搿些个房间只有一个好一个。人家总统一夫妻出去，我们呢是哈一次。嗯，是的。三代人隔了一间房间里头。哎，你说人家老干部真当会得要你们妈的呀？搿要看他是不是老来福的，妈才顾到搿毛头嘞。哼，搿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哦，哈奶奶，哎，来来来，啊，慢点哦。哦，哎，哎呦，好，哎呦，哈奶奶，你坐好啊。哦，搿顶花轿啦要起步的嘞哎，啊。走好。哎哎，二毛啊，啊，啥个辰光啊？你搿顶花轿啊，帮谭老师来接新娘子，哎，搿就配上大用场的嘞。哎，哈奶奶，我蒋林嫂她同意的啊。喏，总说同意的嘞，先见面。啊走好家起得嘞各小姐妹，聪明伶俐真清白，妙龙须凤哎，华先生，你二好啊。毛哎，哦，哈奶奶，哈奶奶啊，哎呀，我正在听你来动嘞。喏，搿2瓶药啦，搞把下来种。哎哟，搿这个包得你呢？哎呀，都是老龄岁的嘞，还是个包得不包得呢？到了去就是的嘞啊。哎呦，哎，搿我就代表我们儿子谢你的了哎哦。不必了，不必了。谢哎你们谢听好哦。啊，再会，谢再会，哦。再会。哎哎，哎，哈奶奶，嗯，我说华先生啊，人倒是蛮好的啊，就是一点孤板。我看啊，古板的人越少啊，世道越坏。哦，